古的那个秤啊，一斤是16两，后来中国大陆沦陷以后，后来有中共，1949中华民国38年，大陆沦陷，后来有中共，它是10月1号建国，后来规定了1斤10两，配合国际，大陆竟然是1斤10两，台湾这边还是1斤16两，不要杀生吃肉了，吃人1斤要还16两。你看以前农村的妇女抓鸡来杀，要先称重啊。你看不要杀生了，有因果报应的。吃素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，以免以后得到因果病啊。然后呢，筷子提到那个姜子牙姜太公的故事，跟他的老婆之间的故事。